国防部今仔发布有19只中国军机出海，其中11只飞过海峡中线，进入到咱的西南空域。另外有5只中国军舰、3只公务船扰乱台海。加上中共东部战区最近进行实弹操演，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分析讲，这解放军目前也无两车作战的反台能力，也认为这美国未放弃印太地区，代表有共同利益，以持这台海和平稳定。另外，宾统的救兵地基在今仔日有举行这试射任务，有风声是 M60A3 战车配合着新型火炮，提升打击战力。小米内底用台战车，看澎湖团组是服役30年的 M60A3 战车，当日进行性能提升。这是团组搭载新型火炮，伫屏东救兵基地进行试射，陆军开8亿3600万预算，研制加农炮管，要提升 M60A3 战车打击能力。另外，去年到台湾的 M1A2T 战车目前投入换装训练，关美府今年汉光演习一定下半年成军，国军尽力备战，因应台海情势紧张。负责对台组建的强军东部战区最近大动作，发布舰队实战化训练影片，强军自用舰、宜兴舰等舰队演练对海突击、舰炮射击，强化海上联合作战，相关区域局势紧张。现代海战是体系的对抗，必须强化连的意识，提高部队实战能力。另外，国防部测试发布查到19台强机出现伫台海，其中11台飞超过海峡中线，进入咱西南空域。另外5只强舰、3只公务船绕台，面对中共加速由混转战，也加演练机制外边介入，互外界烦恼强军是不是已经有反台能力啊？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台湾海峡作为天然屏障的情况之下，我不认为他的能力现在已经具备这样子的两栖作战能力。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回应台积电议题时阵指出，中国侵台，美国原来会受冲击。郭立雄讲，台湾伫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，美国未放弃印太，所以台美有共同核心价值，一旦共同主动，防止发生战争。美国最大的核心力就是要维持印太区域，当然包括台海区域的一个现状的维持、和平稳定。我想，我们都有一个，既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我们愿意采取一个贺主的方法。郭立雄讲，用实力找和平，才当得到真正的和平。嘛宣布今年的汉光41号演习，电脑兵推延到14天，士兵演练嘛加一倍到10天，各纳入无确定界线的应对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